配合機動戰士高達閃光的哈薩維劇場版第2部上畫，今集去介紹呢一部出現嘅新機體——地球聯邦軍訓練用試驗型 MS TXFF-104 Aril-Zeus。呢部機首次喺呢個劇場版《Kiruke no Majo》失勢的魔女裏邊出現，佢冇喺原作小說入邊出現過，係一部原創嘅機體。機師就係一向揸開 Penelope 嘅 Reimu。喺劇場版第1部最後，因為 Penelope 俾斯根鄧嗰啲飛彈打到落海，趕唔切維修，呢一幕都幾震撼嘅。為咗喺 Penelope 正式配備翻之前頂住檔，呢一部機體就特登為 Reimu 趕工改造出嚟嘅過渡機。佢嘅主要目的係用作飛行形態嘅高速飛行訓練，所以亦都俾人叫做實驗機。留意翻佢嘅編號係 TX 同 RX 唔同，一般就係認為代表訓練機嘅 Trainer 嘅 T 同埋 Experimental 嘅 X 嘅組合。喺今次劇場版電影第2部嘅開頭，喺達沃基地倉庫入邊，Aril-Zeus呢部新機體嘅身影閃過咗一下。喺呢個時候，因為佢嘅飛行形態嘅機頭部分同 Penelope 極為相似，有唔少觀眾都以為係 Penelope 有少改裝或者係另一個形態 Arugos Unit， 不過全部都唔係，好多人都俾佢呃咗。跟住劇情就講到達澳洲大陸內陸嘅愛麗絲泉嘅第2朝，因為 Gigi 嘅預言喺 Kenneth 嘅指示之下，就編成咗偵察部隊。Reimu就揸住呢部 Aril-Zeus 出擊，不過佢就好唔願意嘅。喺出發嗰一朝喺基地度仲話 Mafti 點會喺呢啲觀光景點度出現嘅呢？但係冇辦法，佢都要跟大隊出擊。結果真係撞正潛伏喺嗰度嘅斯根鄧，咁就爆發咗一場激戰，就成為咗劇場版第2部壓軸嘅戰鬥。雖然佢喺飛行形態嘅飛行能力發揮到同斯根鄧勢均力敵嘅水平，但始終都係趕功課，亦都冇 Minovsky Flight 專向就唔夠靈活。MS 形態嗰陣時嘅運動性都有缺陷，同斯根鄧打咗一陣都頂唔住俾人屈機，大部分嘅外裝甲都俾人打到爆晒。爆甲之後就露出咗佢嘅真正面目，就係一部量產型嘅 New 高達。駕駛斯根鄧嘅哈薩維睇到量產型 New 高達背光嗰個影，就諗起阿寶嗰部 New 高達。仲要係呢一部量產型 New 高達同以往嘅設定唔同，唔係 Incomu 或者 Finfan-Nel 版，而係佢膊頭保留住 Aril-Zeus 嗰幾個 Self-Nozzle， 睇落嚟就好似 Finfan-Nel 咁樣，成個影錯有錯着咁樣，就好似 New 高達。呢一度就勾起咗哈薩維過去嘅陰影，令佢精神錯亂，為咗擊落本身唔存在嘅 Finfan-Nel 而亂咁喺度射炮。不過爆甲咗之後，兩部機嘅性能差距實在太過明顯。量產型 New 高達最後都輸咗俾斯根鄧。有關呢一部量產型 New 高達，無論係之前嘅設定或者係今次嘅設定，都會日後揾機會再作講解。今集集中喺呢一部 Aril-Zeus 入邊，因為份量都幾多下嘅。跟住就講下個形態，喺今集劇場版裏邊都 show 咗呢2個形態出嚟嘅。首先就係機動戰士形態，另外就係佢一出場嘣嘣聲咁樣飛嘅飛行形態。咁先講下機動戰士形態。呢個就係以量產型 New 高達為核心，再着上咗外裝甲嘅人形狀態，頭部可以見到有大型嘅天線。呢個就係將量產型 New 高達接埋咗嘅天線，連接住固定式飛行組件嗰邊嘅長天線而成嘅。咁樣睇落去，呢度同斯根鄧都幾相似下嘅。另外就係飛行形態，呢個就係用嚟作高速飛行用嘅變形形態，亦都係呢部機嘅主要形態。為咗可以俾 Reimu 練習高速飛行，成部機周圍都有啲噴嘴突晒出嚟，外觀有啲三尖八角同埋有啲累贅，咁樣睇落去好明顯就比較容易受到空氣阻力影響。另外尾部個組件都裝有好多唔同嘅噴嘴。之前介紹嘅 Penelope， 佢入邊係 Odysseus Gundam， 外邊就係 Fixed Flight Unit， 同呢一部 Aril-Zeus 好相似嘅。不過 Penelope 係有 Middle Form， 即係飛行形態同埋 MS 形態之間嘅形態。再講得簡單啲，就好似 Macross 咁樣啦，有戰機形態，有機械人形態，亦都有半戰機半機械人嘅形態。不過呢一部 Aril-Zeus 就冇呢個設定啦，因為可能係趕工，為量產型 New 高達做一個外形嘅骨架，所以就趕唔切做一個 Middle Form， 或者呢部 Aril-Zeus 根本就冇 Minovsky Flight， 所以中間形態都冇乜用。同埋佢呢個裝甲同以往高達嘅概念都有少少唔同，譬如0079裏邊有 G Fighter 可以同 RX-78 合體。亦都可以做唔同嘅戰術，跟住喺 Zeta Gundam 嘅故事入邊，Gundam Mark II 同 G Defensor 可以合體成為 Super Gundam。呢2個例子都有個共通點嘅，就係高達可以還高達，另外一部飛機就作為一部戰機可以獨立戰鬥嘅。但係今次呢部 Aril-Zeus 佢嘅裝甲唔可以獨立行動嘅，咁所以無論去同 Penelope 去比，或者係之前嘅 G Fighter G-Armor 或者係 Super Gundam 去比嘅話，結構上面都有少少半桶水嘅感覺。
跟住再睇睇呢部 Arizeus 嘅一啲得意嘅部位，就係佢個腳部構造，核心機體即係量產型 New 高達，對腳會喺膝頭哥嗰個位度屈曲起嚟，係唔會掂到地嘅，而喺下面就會裝上咗 Arizeus 專用嘅腳部組件。呢度專用腳睇落去有啲似雀仔嘅腳咁樣，一般認為要咁樣設計係因為量產型 New 高達原本係對人類形態嘅腳，只係靠兩點支撐唔住加裝外甲之後巨大嘅身軀，同埋平衡唔到成部機。而同 Penelope 相比，入邊嗰部 Odysseus Gundam 對腳會採用着靴嘅方式去支撐成部機，所以睇落去呢一部新嘅 Arizeus，佢企喺度嗰陣時就有少少唔自然。去到而家為止都係睇 XG 嘅相或者劇場版入邊嘅畫面，到真正 XG 出咗嗰陣時再去研究下呢隻腳都幾得意。跟住再睇下呢一部機其中一個特徵就係 Self Nozzle 呢一個裝備喺 F91個年代都幾常見嘅。Self Nozzle 可以譯做掛架式噴嘴，咁講得上去噴嘴，佢係一個推進嘅系統。喺呢部機製造嗰陣時，因為 Minovsky Flight Unit 仲未完成，所以為咗頂檔，就採用咗唔用 iFuel 技術嘅舊式引擎作為代替嘅方案。咁具體啲嚟講，佢喺機體各個部位總共配置咗20個呢啲應用咗等離子噴射引擎推進系統嘅掛架式噴嘴，透過並列運作，實現咗可以同 Penelope 匹敵嘅高速飛行。雖然呢部機唔算得上係第5世代嘅 MS， 但係靠裝咗大型嘅推進器同埋呢啲掛架式嘅噴嘴，夾硬咁樣獲得咗同第5世代同級嘅飛行能力。呢一種諗法喺 UC 嘅歷史上面其實都有先例嘅，例如 RX-78E GT4 單靠加推進器做到 MS 形態飛行，就算控制上有困難，都勉強可以達到2個 Mach 嘅飛行速度。咁另外呢個例子有少少唔同嘅，就係0083裏邊嘅 GP01，佢背脊嗰度左右加咗各一個，總共2個嘅推進裝置，大大加強咗佢宇宙嘅靈活性同埋機動性。而喺 Zeta Gundam 嘅故事入邊嘅巴亞蘭都試過用熱核噴射引擎咁樣實現喺大氣層入邊飛行，當然有佢極限，同埋比唔上 Minovsky Flight 呢個技術。跟住就住呢個 Self Nozzle 掛架式噴嘴，就講下 F91入邊呢一個技術係點樣應用嘅。大家都知道18年後爆發嘅宇宙巴比倫建國戰爭入邊，Buho Aerodynamics 呢一間公司製造咗 Beluga Dallas 同埋 Beluga Giros 呢啲咁嘅機體，簡單啲嚟講即係敵軍嘅機體，都裝備咗呢個掛架式噴嘴嘅技術。喺當時嚟講算係一個先進嘅技術，就係將發電機裝喺機體外部，將推進力分散去到唔同嘅部位之餘，個組件本身都係 Armbar 嘅一部分。Armbar 簡單嚟講即係控制機體嘅姿勢，同埋呢啲掛架式嘅噴嘴可以射出去用嚟作攻擊或者擾亂敵人，即係類似 funnel 咁嘅用法。雖然一般認為 Arizeus 呢部機體係 Anaheim Electronics 製造嘅，但係有指布荷財團同埋 AE 公司其實一直有秘密進行技術同埋知識交流。追溯翻去前少少嘅 UC0096，以呢個年代作為舞台嘅漫畫 China Axis 喺入邊登場嘅 Fail Notes 呢一部機體就裝備咗被視為 Self Nozzle 掛架式噴嘴試作品嘅裝置。你睇佢背脊嘅設計比較奇怪，就係因為佢喺試作嘅階段，咁樣就證明咗呢2間公司好有可能已經有技術嘅交流。表面上睇落去似用舊式推進技術嘅 Arizeus，實際上同 F91年代嘅先進技術係一脈相承。呢一點就真係令人深深咁樣感受到宇宙世紀技術史嘅奧妙同埋深度。咁呢度都有少少題外話，雖然 UC 裏邊嘅作品好受歡迎，但係大概都係集中喺 UC0100年之前嘅作品。過咗 UC0100年嘅作品，例如 F91、V 高達等等呢一啲，作為粉絲嘅當然會認識，但係人氣上就唔係好夠。今次閃光的哈薩維係以 UC0105年作為故事嘅舞台，希望佢可以連落去 F91 嗰個年代，當然中間都有 F90嘅故事。另外冇動畫作品嘅 Crossbone， 佢嘅模型都非常之有人氣。咁希望透過閃光的哈薩維同埋 Crossbone 呢2個喺 UC0100年之後嘅較為有人氣嘅作品，作為去連接呢2個作品嘅 F90同埋 F91，可以更受矚目。我相信呢啲作品好多人都係透過玩機械人大戰同埋 G Generation 先會有認識，如果有影像作品咁就更加好。跟住落嚟講下 Arizeus 專屬嘅武裝同埋裝備，佢當然有浮游飛彈，總共有34發，裝備咗同 Penelope 同款嘅浮游飛彈，不過搭載方式就有唔同。Penelope 係收埋喺本體入邊，例如膊頭嘅裝甲左右9發共18發，腰部嘅裝甲左右8發共16發，呢度全部加埋有34發。而 Arizeus 就採用咗外掛方式，
掛咗喺裝甲外邊嘅 container 嗰度。呢個設計好明顯就係為咗慳翻將飛彈收納喺機體入邊嘅成本，完全突出咗佢作為練習機同埋趕功課嘅特徵。另外喺心口嗰度有90mm 嘅機關槍，而留意下佢手兩邊有副武裝嘅手臂，裝備喺兩尺型 New 高達手臂外側，作為外骨架組件一部分嘅輔助臂，前端裝咗一塊好似 Penelope 複合武裝組件咁嘅盾牌，但睇落去就冇內置武裝，估計只係一塊搽咗礦光束塗層，用嚟保護核心機體嘅盾牌。而另外有一種武器都唔似係高達有嘅武器，就係前裙板隱藏嘅手臂。呢一個以 New 高達 Heavy Weapon System 即係 HWS 嘅技術為基礎嘅輔助機械臂，佢可以展開光束劍，因為着住外裝甲嗰陣時，主手臂好難掹把劍出嚟，同埋去揮把劍，所以去打肉搏戰嗰陣時，呢一對隱藏手臂就變成咗主要近身戰嘅武器。好記得呢一幕，呢一幕見到 AI 彈出咗武裝建議，雖然佢對呢一種好似出陰招嘅招式猶豫咗一陣，但係為咗得到勝利，佢最後都 approve 咗 AI 嘅 suggestion。去到最後就探討一下點解呢部 Arcgis 入邊會揀中咗兩尺型 New 高達。喺 UC0100 年，照共和國放棄咗自治權之後，大規模嘅戰爭已經消息匿跡，聯邦為咗慳錢又一直推行裁軍。就算係最前線嘅部隊，除咗有量產機嘅 Gustav Karl 之外，只有一部 Penelope， 同埋隱約見到一部寧格斯 Custom， 其他主力機都冇乜，根本就冇多餘嘅錢去重新開發對應 Psychomil 系統嘅新機，所以一早生產咗但係冇用到嘅高性能機體，即係呢一部兩尺型 New 高達，自然就成為咗視作機素體嘅最佳選擇。咁講到 Psychomil 或者 Psycho-Frame 浮游飛彈 Psychomil 技術係不可或缺，而可以將機師嘅腦電波傳俾機體嘅 Psycho-Frame 就係一個極大嘅優勢。但係去到 UC0105 年，現存搭載 Psycho-Frame 嘅機體已經絕無僅有， New 高達就同埋佢嘅機師阿寶失咗蹤。另外 Unicorn Gundam 又被封印咗，剩翻落嚟嘅選擇就淨係得翻呢一部兩尺型 New 高達。另外喺呢個年代，即係 UC0105 年，New Type 呢個概念已經慢慢變成咗都市傳說，知道 Psycho-Frame 技術嘅人寥寥可數。對聯邦嚟講，可以壟斷 New Type 嘅技術，呢一個喺戰略上嘅好處，相信係拎翻呢一部兩尺型 New 高達出嚟嘅背後原因之一。不過今次呢個劇場版冇就咁樣拎翻呢一部兩尺型 New 高達出嚟，以往呢部機體主要有兩個設定，一個就係 Incomu， 一個就係 Finfanel， 但係佢兩個都冇用，反而用咗 Self Nozzle 掛架式噴嘴。呢個設定真係好有趣，點解偏偏要揀 Self Nozzle？ 我自己就咁睇嘅，我覺得 Bandai 係想連去 F90 或者 F91 嗰個年代，因為對比翻 UC 之前嗰啲作品 ，F91 裏邊嘅真係有少少怪雞。本身 MS 嘅 size 縮細咗，已經唔再講。敵軍 MS 嘅設計真係唔係太過吸引，尤其是女主角 Cecily 揸嗰部 Begina Gina。首先 Bandai 連呢一部算得上係主角機嘅機體都冇出 MG， 就可以知道呢部機嘅人氣唔係咁高。另外睇佢頭部嘅設計，真係唔係幾靚仔。如果以0079年代格魯古古、渣古、老虎嗰個標準嚟衡量嘅話，都可以接受佢。但係去到 F91 嗰個年代，嗰個設計就好似麻麻地。另外之前 Funnel 呢個技術無端端就冇咗，變咗 Self Nozzle 掛喺背脊嗰度，又可以當引擎用，又係 Amber 嘅一部分，亦都可以飛出嚟去擾亂敵機，又可以撞敵機。呢個設定就未必咁容易接受。今次利用兩尺型 New 高達，再加呢個 Self Nozzle， 希望可以帶翻起呢個技術，等更多 fans 可以接受呢個裝備，對呢個裝備產生興趣，跟住自己去查翻 F91 年代嗰啲機體，從而咁樣可以帶翻 F91 呢個故事，咁就最好啦。因為當年 F91 呢個劇場版票房真係非常之麻麻。今次就好簡單咁樣介紹咗呢一部地球聯邦軍訓練用試驗型 MS TXFF104 Arcgis。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呢部機體，中唔中意佢隻腳嘅設計，同埋 Self Nozzle 掛架式噴嘴呢個裝備，同埋呢部機體最後同 C Gundam 對戰嗰一幕，你覺得精唔精彩呢？我覺得呢部 Arcgis 開盡晒引擎，好行咁樣飛過，呢一個描寫係幾型仔嘅。希望大家將你嘅意見寫喺留言區嗰度啦。今集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覺得好聽或者有得着嘅話，不妨課金支持我 ，PayMe 轉數快，10蚊20蚊對於我嚟講都係個鼓勵嚟嘅。多謝大家收睇，下一集再見，拜拜。